主后2024年4月初5，每日圣安宫读经，点伫基督合一。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弗所书第2章11到22节。所以，恁遮会出世做外邦人的，着会记得恁过去有互自称受割礼的，就是用手伫身躯行割礼的犹太人，叫做无受割礼的人。恁迄时甲基督无关系，无属上帝的选民，无分伫上帝应允的名约，伫即世间无仰望无上帝。毋过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互所有的人，包括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同一位圣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出外人，毋是侨民，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内的人。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石。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圣的殿，归属主。恁甲伊结连，靠圣神的帮助，嘛做伙受起造做上帝徛起的所在。点伫基督合一。使徒行传15章讲到耶路撒冷会议，这是因为犹太信徒认为外邦信徒爱照摩西颁布的条例受割礼，才会当得救。会议中，彼得和保罗甲来自上帝的异象和家己的见证，说明外邦人因为相信就领受圣神，互使徒看见人因为相信基督，跨越种族、律法和文化的限制。人得救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所以无需要受割礼。这见证呈现福音的超越性，也互保罗成做外邦人的使徒。虽然保罗后来为着安尼伫耶路撒冷受掠，伊的一生却为基督会当互犹太人甲外邦人合一，成做美好见证。因为基督的缘故，犹太人甲外邦基督徒彼此合一，对初代教会有极大的意义。基督徒合一，一方面见证基督的大能，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基督徒群体甲犹太信仰群体无共。保罗伫以弗所书讲到，基督想使和平，佮强调基督本身就是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杀倒互人敌对甲分裂的墙，这拄好是基督信仰的特质。借着基督破碎家己身躯的恩典，人才会当看清楚自身的限制。杀倒互人阻隔的墙，人才会当伫历史中见证基督的大能。圣经所提及的合一，
律动会当影响人的想法甲思维。总是2022年发生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以及2023年爆发的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拢令人痛心。俄罗斯正教会领袖非但无踢发侵略的行为，反倒转为着出征的军人和武器作倒，成做战争的吹杀手。自从世界大战了后，犹太人的处境确实值得同情。总是近年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却也有真大的争议。哈马斯的恐怖攻击确实应该受谴责甲制裁。总是实验主义一直真侪以色列伫巴勒斯坦建立屯区甲发动战争的宗教借口，还值得教会界反省。对台湾的基督徒来讲，什么是敌对和分裂的墙？教会伫台湾一直是少数的信仰团体。近年来，伫真侪社会事件中，教会仔像是变甲矮化和封闭。基督用伊的身躯受钉伫十字架顶的救赎，促使犹太信徒甲外邦信徒合一。台湾原本就拥有多元族群，近年来阁有来自各国的新住民加入，互台湾人面对更较复杂的种族甲国家认同的挑战。基督信仰促使人追求合一，总是合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应该尽力保守基督所示的合一，互人照着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搁会当和平相斗阵。默想，伫即个世界，上帝子民是毋是会当拍破各种歧视，追求彼此合一？伫台湾无共的族群，敢会当因为基督来合一？伫即个世界，上帝子民是毋是会当拍破各种歧视，追求彼此合一？伫台湾无共的族群，敢会当因为基督来合一？咱来祈祷，相似合一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杀倒互人彼此敌对和分裂的墙，互人看见伫基督内面合一的愿望。我要为世界还受到战乱所苦之地向你祈求，愿和平的基督临到迄个地，互饱受惊吓、艰苦人民会当得到安全的居所，甲和平的愿望。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